抗抑鬱藥會致肥，咁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呢？一方面佢好有效果，但另一方面又會致肥喎，咁點算呢？致肥嘅第一原因係比較容易理解嘅，原來有一種藥食咗會影響我哋嘅中樞系統，會刺激我哋嘅食慾，會令我哋更加想食嘢嘅喎。第二個原因就係喐得少咗，呢種藥食咗好眼瞓，唔想喐，咁就好自然唔想去運動啦，消耗脂肪同熱量嘅機會就會減少。呢個藥係要激發我哋求生嘅動力，但同時都會產生一個作用，就係會影響我哋嘅組織胺。組織胺一旦被壓抑嘅時咧，我哋就好想瞓覺，好瞌睡㗎啦。呢啲都係抗抑鬱藥致肥嘅原因。